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来吟诗，敬诗126首，以标主耶稣。你要主耶稣，万有的关顾，你本是神正最世人，主我所信仰，主我所尊重，我欢喜主做我温柔。起水的草坡，就那会感冒，春天里的树花草花，拢不见耶稣，拢不见耶稣，你和我有上帝快乐。美妙的君王，万邦所敬奉，为着我最欢喜感谢，永远甲尊贵，稳定甲主名，永远到永远荣耀你。当咱伫以西结书的第24章的前半段，看见上帝已经甲以西结来讲，当时阵就是以西结受掠第9年的犹太历的10月初10巴比伦的王的军队已经来到伫耶路撒冷，甲因来包围甲围困。耶路撒冷就亲像鞋仔内面的即个羊仔肉，总是上帝要将遮个肉来摕来煮、摕来行，甚至连遮个骨也要煮互焦，毋是要摕来食，是要来刑罚、甲来管教。今日咱要继续来看以西结书的24章的后半段，上帝爱先知以西结来接受一个上介痛苦的代志，就是伊上意爱的人，就是伊的牵手伊的某，上帝要雄雄来甲伊带走，总是上帝要用伊的某的死亡来加做耶路撒冷受毁灭的即个兆头。咱做伙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节。以西结书第24章的15节，上主对我讲：恁主啊，我要互你心爱的人忽然死去，毋过你袂因得哀伤啼哭，嘛袂因得流目屎，你通恬恬啊吐气，毋过袂因得甲伊办丧事。你着目头滚，骹像鞋，毋通按喙手表示哀伤，毋通食为着丧家准备的食物。先知以西结受到这个命令，互伊相信非常的着惊，也非常的为难，因为这是伊意爱某。若是照先知以西结这个时阵的服侍，伊对30岁上帝开始来对伊讲预言，迄是受掠的第5年，经过4年，就是伊即马受掠第9年，伊即马也不过34岁、35岁左右，所以伊的某、伊的太太嘛只有30出头，遮尔少年，上帝就互伊的某无去相信，这是一个真困难、真无法度接受的代志。但是先知以西结，伊受到上帝这个命令，受到上帝这个的呼召，伊会当选择的，就是来做一个先知所爱派的一个实力价。18节，迄早起，我甲人讲这个事，迄暝我的某就死去。过早起，我照上主命令去做。人问我，你哪无要甲阮讲，你做这个代志对阮有啥物意思？先知以西结伊的一举一动，伫遮个四周围，甚至是受掠到伫巴比伦遮个人的眼内，愈看愈稀奇，愈看愈感觉伊毋是普通的人，上帝真正是通过伊要甲因讲话，因为进前先知以西结所讲的遮个预言，拢
比其他的先知所讲的搁较准。其他的先知讲因受掠2冬就会当转去，但是即马已经受掠第4冬，伊不但无转去，甚至巴比伦愈来愈强大，所以伊嘛愈来愈相信先知以西结所讲的。但是即马因无法度理解，就是以西结的某死去，为虾米以西结伊拢无反应、无表示也无动作？到底上帝要通过伊的某会死去要讲什么？所以真侪人就来找以西结来关心。20节，我甲因讲，上主对我讲话，叫我甲以色列人讲，至悬的上主安尼讲：恁将圣殿当作上夸耀的瓦壳，目睭所喜爱，心灵的寄托。毋久，我要互我的圣殿受亵渎，恁留伫耶路撒冷的囝、查某囝，拢要互人刣死。迄时，恁要照我所做的去做，恁毋通含喙手表示哀伤，毋通食为着丧家准备的食物，恁嘛着白头巾骹穿鞋，毋通哀伤啼哭。恁要因为家己的罪恶衰烂，面对面嗨惨。上主讲，以西结就是恁的掉头，伊做的恁嘛要做，恁嘛拢要做。到迄时，恁就知我是至悬的上主。所以以西结互遮的人关心的人来知影，即个伊的某死去，伊安尼会表示，安尼会反应，其实是出自上帝的一种艰苦心。但是这种艰苦心就是阁无偌久，因为差不多阁2年的时间，无到2年的时间，即个巴比伦的军队就要来包围耶路撒冷，就要来攻破。所以伫耶路撒冷的人，因就要亲像即摆以西结共款，因上意爱的心爱的人命无去啊，无命死去啊，总是因无法度办丧礼，无法度为伊来头壳抹火夫，无法度来褪赤骹，伫遐好好来悲伤哀哭，拆离因的衫。遮犹太人一切因所过去的即种丧礼即个动作，拢无法度做。因只爱骹爱穿鞋，头壳爱包头巾，甚至连哭的时间拢无，因为因就是要安尼去互巴比伦人来掠走，所以连悲伤哀伤的权利嘛拢无。这人讲，这些痛苦，是已经比因的意爱人的死去这种痛苦搁较大，互已经失去完全的自我，自主，袂当家己照家己的情绪。这是以西结，伊的某死去，然后以西结要互这犹太的人，耶路撒冷的人所要了解、所要知影的。25节，上主讲：恁主啊！迄日我要拆毁恁瓦壳的堡垒，夸耀的银根，目睭意爱的圣殿，嘛要刣死恁的囝、查某囝。共迄日对耶路撒冷逃走出来的人，要来你遮，甲你讲遮的代志。迄日你无搁恬恬袂讲话，你要开喙对遮的逃脱的人讲话，安尼你要诚侪因会掉头，因就知我是上主。所以这个以西结的某会死去，其实互人看去，伊真正是这个艰苦为别来吞啊，但是伊阁爱去完成上帝旨意甲命令，伊阁爱忍调家己的悲伤甲痛苦但是伊爱去来做上帝爱伊所做的代志。也伫这段，互人看去耶路撒冷的人，因就是要甲以西结安尼同款的经历。以西结诚做因的掉头，甚至27节，上帝讲到迄日，就是耶路撒冷受毁灭。以西结所预言这代志发生，就是耶路撒冷被掉的事，你就会当开嘴对这逃脱的人讲话和本写不再哑口无言了。虽然是对第3章的26节，就是以西结受掠第5冬。迄个时阵，伊就开始上帝互伊袂当讲话，
但是咱伫即个对第3章一直看到第24章，咱嘛看见以西结伊会当甲人来表达，只是讲伊安怎表达，到底是用写的、用笔的、用演的、用讲的，还是咱无法度真清楚。但是伫遮佫一摆提醒以西结伊会当开喙，就是耶路撒冷受毁灭的迄日。咱若读到后面的33章的22节，则看见讲伫以西结受掠的第12年第12年就是耶路撒冷毁灭了后，受掠的人因来到伫巴比伦，第3批的受掠来到伫巴比伦。迄阵以西结伊就真正会当完全正常来讲话所以即个时间真侪人认为这前后有7年的时间，以西结伊袂当好好讲话甚至连伊的某死去时阵，伊嘛袂当哭，只会当点点出声伫今日这段圣经伫主日的礼拜牧师有甲大家来分享也是通过即节的这段来分享4个学习，就是咱来顺探上帝面顶，比失去亲人搁较重要。第2是为着活的人悲哀，比办丧礼也搁较重要。第3，通过信仰的路加福音，知影去传扬上帝国，比埋葬死人搁较重要。第4，也是路加福音第6章，听道理搁去尊叹的，伊就毋惊大水泛滥，就毋惊死亡熊熊的临到。所以今日这章的金句，24章的后半段，我选最后一节。迄日你无搁点袂讲话，你要开喙对遮个倒退的人讲话，安尼你要诚做因的掉头，因就知我是上主。所以相信等遮耶路撒冷受掠的人，去互掠到巴比伦，见到以西结。才知影以西结同时同近几啊年前即个七当前，上帝一定就开始甲伊预言爱警告总是因无听，因无悔改，因无去遵行。到迄阵伊才知影原来七当前上帝早就已经讲着阮的命运，这个代志拢会发生，只是因拢无听入去今这段圣经的感受就是我伫甘露中间所分享的，顺探上帝面顶比失去亲人较重要，为我的罪人悲哀比办丧礼较重要，传扬上帝的国比埋葬死人较重要，听道理搁去尊叹，就毋惊大水大风风雨来抢走咱的性命。今日是10月初1伫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来正式来成立总是到今仔日是庆祝76年庆祝76冬总是咱中华民国台湾是已经114冬是虾米人是虾米人的祖国，我相信人拢真清楚。1990年这个联合国将10月初1当作是世界国际的这个老人日就是望世界各国就爱来注重这个老人高龄化拢这个问题所以是35当前就是通过这个日子让会好好来思想咱安怎爱来好好来照顾这个老人以外伫咱家己变做老人的时阵，咱嘛爱好好照顾咱家己就是照顾咱的未来。今仔日嘛叫做是国际咖啡日对2015年开始所以有真侪这卖咖啡的也是这个便利超商的咖啡拢会做优惠今日暗时拜三暗的祈祷会咱要做伙去到伫展览中心是这个马街来桃园140周年的音乐会要邀请这个福尔摩沙合唱团因要来献唱咱会当邀请咱的厝边朋友这个要入去是爱来摕票所以咱若需要票爱提早来教会门来登记咱
期待伫今日暗时的这个音乐会，除了咱会当来回想140年前，马甲来到桃园，嘛会当来成做一个福音的记号。10月初1也是一个月的开始，咱为着过去9月份过去的一年，向主献上感谢，嘛为着这个月。嘛为着今年搁剩3个月的时间，也求上帝会当来引带带领甲祝福。今仔日的祈祷，要用这个约翰福音14章27节，耶稣讲：我将平安留互恁，我将我的平安赐互恁，我赐互恁，甲这世间得互人的无共款。恁的心毋通着急不安，嘛毋通惊吓。愿上帝帮助咱领受上帝真正的平安，就算讲咱至亲至爱的人，常常互上帝接去，但是咱的心犹然有上帝所想说的平安，亲像先知以西结同款。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愿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愿感谢你，互阮的身躯边有关心阮的人，照顾阮的人，阮的心内底。也阮所思念、所意爱，阮的心所介意的人，总是主啊，你对因的疼，比阮对因的疼搁较大。阮就顺服主，不管阮人生在世会当过偌长的日子，也是甲阮所意爱的人会当斗阵偌久，总是一切拢有上帝你的时，甲上帝你的期，也互阮有智慧，知影上帝你的律例，也互阮有平安。知影上帝你掌管一切，互阮无论得到还是失去，阮拢会当用感恩的心、懊恼的心，顺探上帝白的旨意，也互阮会当把人生在世的日子，顺探上帝的旨意比阮个人的介意意爱搁较重要。传扬上帝国的福音比埋葬死人较重要。求主互帮助阮，互阮会当把握时机，互阮会当做主耶稣基督的核心，来见证上帝你的圣尊名。阮的恳求祈祷拢是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吟诗，圣诗226首，咱着感谢上主至大。愿上主赐福你、保护你，愿上主的面会光照你、施恩予你，愿上主欢喜的面看你，赏赐你平安。阿门。